如果你仲想賺辛苦錢，咁你可以劃走啦。錢嘅問題解決起嚟真係太簡單，因為真正嘅財富從來唔係搏命去賺錢，而係主動送上門嘅。只要你每日堅持做一件事，你根本唔使愁以後揾唔到錢。堅持用呢個方法，你嘅思維會慢慢跳出限制，焦慮會越嚟越少，你會開始吸引到啱嘅人、啱嘅機會、好嘅資源，原本好難嘅事都會變得輕鬆，原本遙不可及嘅目標都會慢慢靠近你。你嘅狀態、事業仲有生活都會向住理想嘅方向發展，財富自然擋都擋唔住。分享唔容易，刷到就點讚收藏，具體操作好簡單。你睇下我手上呢支香，你拎起佢，每日早午晚喺自己間房或者辦公室各點一支香，點完之後唔使急，放空個腦，將你一路積累嘅壓力釋放出嚟，跟住啲煙嘅香味幫你啲煩惱帶走，同時諗住多謝最近收到嘅每一筆訂單同收入，多謝每一個你幫過或者幫過你嘅人，最後同自己講一句，以後嘅日子我會越來越發達。香港好多富豪、圈內明星，隨身最離唔開就係我呢支香。市面上有好多種香，但點解咁多富豪偏偏中意我呢支呢？因為我呢支唔係普通嘅香，佢係揾咗專業嘅團隊，用我自己平時用嘅沉香去做嘅，天然嘅香，配方都係我親自調配嘅，裡面我已經做咗我應該做嘅嘢，你只要負責用佢，剩低嘅交俾我，點左下角帶2盒返屋企，7日之後你睇下你嘅狀態有冇變，你嘅情緒有冇變，你遇到嘅事有冇順咗啲。呢批香數量唔多，因為天然沉香本身就係稀缺，調配一批要等好耐。我今次專門做咗一批俾一直想試嘅朋友，存貨唔多，賣晒就唔知幾時再補貨，連續用7日準備迎接全新嘅自己。